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中神嘅教牧學博士嘅特色，我分4個重點。第一個重點就係課程嘅設計，我哋結合聖經、神學、實踐、社會科學，每一個課程嘅裏邊都有參考嘅書目，可以提高你嘅對學術各方面嘅見識，都可以拓闊你對神學嘅思考。第二方面，我哋有本地同埋海外請過嚟係好優秀嘅老師，老師嘅經驗、老師嘅學識、老師嘅生命都係同學嘅祝福同埋學習嘅對象。更加重要，透過我哋嘅係課程嘅進行，學生之間彼此可以互相嘅扶持，透過我哋嘅討論可以俾我哋反思神學喺我哋嘅處境可以點樣去應用。第三方面睇到處境，而家嘅時代變化好快，我哋係一齊去睇到，無論係世界嘅處境、華人嘅處境、香港嘅處境，係嗰啲嘅問題、衝擊、挑戰嘅裏邊思考，我哋點樣重整自己嘅經驗。最後透過成個課程嘅進程，老師好重視同學生之間生命嘅交流。我哋有導師可以陪伴你成長，我哋每一位嘅指導老師亦都透過同學生嘅討論，係指點學生嘅生命，繼續喺學術實踐自己嘅內心嘅世界去做整合嘅功夫。最後祝福每一個報讀中神教牧學博士嘅學生，你哋可以去影響時代，去貢獻教會。願主祝福你。